伫罢免投票进前，有一寡南洋的首长是用破发现金1万块来诱无同意罢免的票，嘛强调讲朝廷的税收就应该爱幸福民众。即马花莲有民进党的议员提案，要求县政府甲去年朝廷的1亿3000多万，加在违法先增加的161亿，分予县民哦，这人是通摕到5万多块。 花莲县议会伫今年2月份的临时会，民进党籍议员吴仁顺要求县政府伫在违法修法了后，会当摕到161亿，加上花莲县政府税款敲定，照你来破发县民一人51698块。去年蓝白立委在立院不断的针对财划法希望地方能够分回更多的这个财源我们花莲县能够分回161亿，那换算下来，我们花莲县的县民有30出头万，那换算下来一个乡亲能够分得5万大罢免连赢惨败，真侪人认为发1万块对投票的结果影响真大。即马地方嘛出现要求地方政府爱比较中央用税金予民众的声音。 照算花莲目前破发的金额上悬，引起关心。很棒啊，很棒啊！5万再加上中央的1万，那有6万元，很棒啊！花莲县政府一届钱安尼做一届就用去袂使，是下落啥小确幸1万就好啊。花莲县政府表示讲，本案中央还未公布实施，分配数额还未得到，即马无具体的财源会当供应相关的收支评估，各强调160亿的用途，要优先用在民生法案。 那我们也希望中央政府能够针对于立法院委员通过的财划法来开始对于各地方政府的分配，能够跟地方政府来这个连接，来这个。那另外对于161亿的部分，花莲县政府也会针对于我们无论是地方的基础建设，或者是社政、卫政以及社会福利，我们都会这个来提出。无党籍县议员杨华美认为讲，这样提案是临时会提出来。 有2个议员呼吁送县府，爱等县政府回应。不过，伊忧心大罢免了的各种政治斗争，希望社会大众会当了解政府财政的量上款甲超定税金的合法性分配，甲使用方式。记者综合报道。